澳門抗戰題材長篇小說《孤島》獲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批准改編成電視劇《孤島迷霧》。今日下晝喺英皇娛樂酒店20樓水晶廳舉行簽約儀式。偉鴻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同香港紫荊文化集團簽署聯合出品協議，同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文化公所簽署聯合拍攝協議。電視劇原著小說作者胡根介紹小說《孤島》嘅時候表示，喺中華民族偉大嘅抗日戰爭當中，澳門作為重要嘅資訊樞紐地帶，書寫咗獨特嘅篇章。日軍侵華之後咧，就係中國係有幾個孤島嘅，有呢個上海啦、澳門啦、香港啦咁。但係因為41年嗰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咧，就剩翻呢個澳門一個，就冇俾日軍佔領。咁葡萄牙宣布中立。咁但係呢個澳門嘅愛國華人咧，佢哋同埋呢個珠三角嘅抗日游擊隊喺度從事秘密嘅地下工作，嘅抗戰嘅一啲動人嘅故事。咁依家我呢部小說咧，就係講翻嗰段呢個塵封嘅歷史。偉鴻文化傳媒董事長孫明強介紹項目時表示，劇組將以最高嘅標準、最嚴謹嘅態度投入製作。這部電視劇呢，我們經歷了4-5年的時間，經過劇本的打磨、打造的這麼一個反映抗戰時期我們的地下工作者為新中國的成立呢付出的這個艱辛，還有取得的那個成果，在這個迎接抗戰勝利80周年這麼一個日子裏，我們推出這部電視劇有着非凡的意義，在8、9月份就拍攝。呢一段歷史係中華民族集體記憶嘅重要組成部分，係無數中華英雄兒女誓死捍衛國家主權同埋家園完整、愛國愛澳情懷嘅充分表達同埋實踐彰顯。